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又是上上下下反复震荡，截至收盘，沪指涨0.18%，深成指涨0.6%。创业板指数涨0.78%。从沪指看，一根大阳线，上面3根十字星，也能看出这个市场目前正在纠结之中。早盘还有几次冲高，一冲高就回落，可以看出上方抛盘比较多，压力比较大，也就是很多资金都准备跑路。今天上涨的个股2651只，下跌的个股2573只，各占一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那总体成交量是1.1万亿，明显的比前几个交易日都少了，这么下去恐怕下一周又要滑到1万亿以内，所以这目前胡适又到了关键时刻。今天主力资金流出110亿，也不管怎么说，这个盘面给人感觉就是毫无生气。有人说这是大盘提前进入假期模式，不管怎么说成交量骗不了人，成交量的萎缩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看看外资又怎么评价咱们的胡适。这是中国商报报道，他说上调中国资产评级，高盛、摩根大通等知名投资机构集体看好中国股市。近期高盛、摩根大通等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发布研报，上调中国资产评级，看好2025中国资本市场。外资机构普遍认为2025年企业盈利复苏将为中国市场的上行提供支撑，增量资金有望持续涌入。虽然2025年开年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一些波动，但是基本面因素改善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1月13日主办的25届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表示，2025年 A 股整体企业盈利将明显改善，沪深300指数盈利增速预计在6%左右，也就是比咱们的 GDP 要高。这个外资机构他们说什么不重要，我记得以前大摩说他看多胡适，全仓买入，结果是模拟盘，不是实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些海外机构看多胡适要看他怎么做。有人统计了北向资金在2024年第4季度持股市值只有2.21万亿，比第3季度减少1974亿。这个还是在第4季度10月、11月这个高位震荡的10月份来了一波大涨。在这种情况下，北向的资金持股反而少了将近2000亿，这就意味着外资是趁着 A 股大涨出现了大规模的减仓而不是加仓。那么短短的10天以后，海外机构又开始加仓了吗？这个外资机构最喜欢的是白酒，就消费类，北向减持的幅度都比较大。茅台在3季度外资加仓了5%的股份，但是在4季度结束之后，外资总共减持了11%的股份，持股数量跌回到了2017年的水平。连茅台外资都已经不爱了，都在减仓。其他的白酒北向减持更多，总体上整个第4季度少了2000亿。所以这些海外机构总是说他看好胡适，是不是年初这个胡适一轮暴跌，外资又看到机会又抄进去了？因为咱们说的这个数据是12月31号的数字。我们再看看北京商报对胡适又做出了评论，金融消费者总是不赚钱，没有投资收益。那北京商报给出了一个结论，他说频繁买卖是散户收益不佳的主要原因。北京商报发文表示部分散户投资收益率不高，主要原因在于频繁买卖，这伤万者那伤高，交易越频繁，投资胜率越低，不仅手续费不少花，也很难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散户投资者在股市中往往扮演着追涨杀跌的角色，他们容易被市场的短期波动所影响，总是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捕捉到市场的每一个热点和机会。这种心态导致他们频繁进行买卖操作，试图通过快速的交易来获取收益。然而股市行情千变万化，市场的短期波动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散户投资者很难准确判断市场的走势，因此他们的频繁买卖往往变成了盲目跟风，最终不仅未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反而可能因为手续费和交易成本的累积而蒙受损失。散户投资者需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股市并非是一个可以迅速获取暴利的场所，而是一个需要长期耕耘和耐心等待的市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投资理念，散户投资者才能够在市场中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被市场短期波动所左右。讲的理倒是这个理，但是以胡一静老师为例，胡一静
静老师他的主要仓位是那些指数 ETF， 还有什么行业 ETF， 完了都是大国企，这2/3的仓位都不动的，只有1/3的仓位，那么几只股票高抛低吸。按理来说，按照北京商报的小编说法，胡锡进老师应该不是那种追涨杀跌的，但是胡锡进老师炒股1年多1年半，收益如何呢？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坐过山车，一次又一次的在坐电梯。胡锡进老师到现在大概率是赔钱的。年初那一轮下跌，他的利润早就没了。他倒是持股不动，而且人家买的很多是基金，是行业 ETF 所以小编还没整明白，在股市参与者这些金融消费者为什么不赚钱？不是说他们水平不行，也不是说他们不学习，因为这个市场它的本质出了问题，它是一个零和博弈，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收益它不是来自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它的成长，它的内在价值，对吧？它每年给股东带来的回报，不是的，都是骗，做假账。整个市场玩的是零和游戏，既然是零和游戏，那就必须有人赔，这个道理不好懂吗？必须有人赔，那你觉得谁赔比较合适？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国家队、社保基金、机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大游资、散户。如果只准一个人赚钱，目前这个形势只能有一个人赚钱，其他的都得赔钱。那你想想，谁应该赚钱？国家队、社保基金，我也希望他们赚钱，我可不希望他们赔钱，只能苦一苦，累一累谁？这些什么公募基金、这些私募、游资、散户，还有胡锡进这样的大散户，那只能苦一苦他们。那他们这里面谁最弱？那就是金融消费者，他们最弱。所以说，无论你怎么炒，你都是赔钱。把这道理要想明白。如果你没赔钱，你赚钱，那叫漏网之鱼，你也很难持久。除非你洗手不干了，离开这个市场。只要你还继续在这市场玩，你总有一天全部赔进去，连本带利。在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已经设定了有1-2个角色是必须要赚钱的，那剩下的参与者都只能是赔钱。包括基民他买基金，那基金公募基金2022年、2023年2年赔掉了2万亿。但是同期你看社保基金，它的股票的收益率好像是年化10%，它成立到现在投资股票上面的收益年化我记得10%还是7%。人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国家队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来托市的，这市场不行了，国家队进来了，这些散户金融消费者哭死哭活的，哭天抢地的要求救市，那国家队没办法，被逼来托市，最后含泪把钱赚了。你说这金融消费者就是这么可爱。国家队2024年好像赚了4000亿，人家主要买银行股、大盘股，所以工行你是套在6000点，结果3000多点你居然解套了。胡锡进老师是2000多点买的，现在3000多点他是被套。你看看，同样一个市场，命运居然这么截然相反，上哪儿说理去啊？对吧？你6000点买的工商银行，现在3000多点，你不仅解套，你还赚钱了，他创新高了吗？结果胡锡进老师是2700抄的底，现在3000多，他赔着钱的。所以这个北京商报的小编还是不了解胡适的本质，就是在这么个市场，你散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研究完所有的股市技术，你把上市公司财报掰开了揉碎了慢慢看研究，你也没用，摆脱不了赔钱的命。你不赔钱，难道还让社保基金赔钱，让国家队赔钱？那都是国有资产，那是全民的。我们再看华夏时报报道，有9万股民，这下有福了，叫9万股民遭殃，光伏第一股易京光电预亏19亿元，常州、滁州基地部分产线停产。2025年1月14日，易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4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19亿到-23亿元，也就是亏19亿到23亿，与上年同期相比，盈利水平下降，将出现亏损。据测算，公司第4季度亏损额超前3季度总和的2倍。公司还披露，其控股股东深圳市维之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5469万股，将于2025年2月11日10时至2025年2月12日被司法拍卖，占公司总股本的4.6%，也就是大股东他欠人家钱没钱给，大股东持的股份要被法院拍卖。你说这叫什么事？常州、滁州2个基地停产。为进一步了解公司业绩下滑以及2大基地电池产能停产原因，记者联系了公司董秘向记者透露，此次发布的是业绩预告，具体财务数据还没有出来，需要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业绩预告和这个最后经审计的年报它的
差距应该不会太大，不可能是你预告是亏，叫预亏，或者你年报是盈利，这种180度大翻车，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你要出现这种情况，交易所就马上给你发问询函了。一般的差距在10%左右，比如说你预盈1个亿，最终审计之后啊，你盈利8000多万、9000万，这可以。如果你预盈是1个亿，结果最后一审计你是亏损3个亿，那你这个公司就有问题，会有一堆的问询函等着你，让你回答。易经观念有9万股民，9万股民相当于挨了一闷棍。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前不久胡锡进老师发了好几个视频，讲他被这个电诈分子盯上了。咱们节目也介绍了，这个电诈分子给胡锡进老师打电话，说他在什么抖音直播间有什么会员要收费啊。胡锡进老师一听就知道扯淡，因为他不直播。胡锡进老师节目里面说过好几回啊。今天啊，央视还专门报道了，叫诈骗新套路，客服喊你取消会员，担心有诈。这个是报道说已有多人上当。前不久，旅客刘女士匆匆赶到河南洛阳龙门车站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她关闭某软件的会员服务。当时的她正在与平台客服进行通话，而民警敏锐觉察到其中的问题。原来刘女士当天多次接到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声称其账户直播付费打赏功能为开启状态，如不关闭将按期扣款。随后又引导刘女士下载安装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在软件内通过语音让刘女士进行转账操作。随后民警协助刘女士对银行账户进行查询，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大家看视频。付费直播关不住是这，但是我自己操作机啊就是关不住。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会扣费，所以叫赶快关闭。但是关闭了以后一直关闭不了，5分钟内没有提交成功，那些没有关闭掉，那成了拿扣费了，这个责任你自己去承担吗？对不对？民警接过手机查看情况，发现此时还在不断接收各大银行验证码短信，意识到刘女士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他各种银行发验证码，这是吗？他是就是叫那个啊。那你现在没办理的话就会扣款。这是电话是吧？电话给他挂了，你手上给他的，给他挂了。看见没有？你这上面向人家转15万。原来刘女士当天多次接到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声称其账户直播付费打赏功能为开启状态，如不关闭将按期扣费。随后又引导刘女士下载安装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在软件内通过语音让刘女士进行操作转账。随后民警协助刘女士对银行账户进行查询，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这个诈骗我也遇到过，我在节目说过好几回。这种诈骗他首先掌握了你的信息，知道你有一些购买记录或者你有一些看记录，他是有的。完了之后他跟着这个说你开通了什么会员，每个月都扣你钱，希望你把它关闭掉。而如果你要当真了，那你就上当了。他会像这个视频所说的，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在那个 APP 里面去关，最后实际上是指示你去转账。胡进老师啊，他遇到这个诈骗就是这种抖音直播间什么会员功能，那说明现在这种电诈呀恐怕还挺流行的，大家还是要警惕。最近几天比较热闹的就是抖音难民洋务运动，很多西方的网民，尤其是美国的，他们抢滩登陆小红书。胡进老师啊连发了好几个评论。胡进说，美国网友大量入驻小红书，形成中国对外开放十分意外独特的场景。他说，接下来在我们社会内部的一个意外是，平时被贴左派仇外标签的网上发言者齐刷刷的支持小红书接纳美国网友，而平时被贴自由派媚外标签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达了种种疑虑和看衰。胡进老师很有意思，他两个事情相提并论，但是两个事情它又不是一个事情，就是不是没有可比性，他非要把牛头和马嘴按到一起比。他说，平时被贴左派仇外标签的网上发言者齐刷刷的支持小红书接纳美国网友，这说的是那些小红所谓的正能量，他们觉得美国网友来挺好，支持，这没错。但是他后面又说啊，平时被贴自由派媚外标签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不是全部，有一些人表达了种种疑虑和看衰。这个疑虑和看衰和接纳美国网友这两个有冲突吗？所以你看胡进跟夹头一样，特别喜欢混淆这种视线。他说两种意见逐渐成型。什么两种意见？一拨人说欢迎美国人来小红书，来中国互联网，有一批人疑虑和看衰，认为这个事情不能长久，迟早会被封杀。这两个有矛盾吗？你看他说
一大原因是中美网友直接面对面后，一上来做的最多也吸引了普遍注意力的事情就是大对仗。他说这也难怪，不同国家的人甚至不同地区的人凑到一起，彼此最感兴趣，问的最多的就是对方那里普通人挣多少钱，物价怎么样，生活质量是什么水平。我们在生活中这样问，有时还有顾忌，担心不礼貌，但是到了互联网上，中美网友就彻底放开了，一笔又一笔账很快在小红书上对比了出来。这当中没有任何导向，比出来的情况虽然非常多，不同视角看会有不同感受，但是整体上美国网友对中国好的一面惊讶程度远远都是中国网友对于美国人日子优越的意外程度。你看啊，胡静老师结论，他说啊，很多美国网友诉说他们要打2份工才能维持生活，看病贵得不得了，比如叫了个救护车，发现自己欠了医院3000美元，胃病看一次急诊要2000美元，在医院治疗2个月花9万多美元。这些极大补充修正了许多中国网友过去对美国人日子比中国人好不知多少倍的印象。美国比中国好多少倍好像没有统计过吧，也没听说过，就是好多少倍，具体多少倍没说过。但是我还是记得，我知道咱们比美国是好5倍，这个是有出处的，准确的数字咱们比美国好5倍。至于美国人比中国好多少倍，这还没有统一口径。而老胡去过美国很多次，也跑过许多发达国家。重要的是，我在每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些家庭采访，我的一个被反复印证的感受是，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的确比中国高，但是美国人存钱少，挣的钱大多要当月支付各种开销，他们对手头拮据的感受往往比普通中国人家庭要高。这胡信倒说的是实话，因为咱们东亚民族就爱存钱储蓄，比西方人他还是叫月光族，这是文化原因。他说在大多数正常年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和大部分城市家庭与美国家庭的日子比起来，应当说各有千秋。许多中国家庭甚至觉得经济上更从容些，尤其在吃的问题上会过得更滋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上世纪80、90年代移居美国，包括本世纪初移民的美国的，他们今天的日子与国内同学相比，很难谈得上更宽裕，过得比国内差的情况非常多。胡一静老师比较就乱比较，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大学毕业生，有人留在了国内，有人出国了，那这2拨人都是不同的命运。到了美国的，现在他日子过得没有留在中国的好，那说明什么呢？那能说明美国不好是吗？而美国是头号发达国家，经常在方方面面被奉为灯塔，它在民生中的各种漏洞很容易在意识形态中被淡化掩盖，所以网上这么一对仗，双方再平分肯定会朝着中国这边倾斜，网上的爱国派自然会喜欢上新的小红书，直呼过瘾。胡信说啊，如果 TikTok 能够在美国活下来，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他又把大家都代表了，这是习惯问题啊。与此同时，小红书走出的另一条国际化之路，已经在本周给全球互联网打上新烙印。我认为这个烙印已经不会轻易消失了。世界民众需要更加通透的交流，而小红书让所有访问者同处一个平台，而不是中间区隔，这是更大的想象力，它意味着新的网上体验和生活。胡一静老师一通激动，就是说高潮了。首先一个，我要承认胡一静老师比绝大部分美国人，我不能说大部分美国人过得要好，这个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为什么？大家琢磨琢磨。但是中国像胡一静老师这样的人有多少呢？胡一静老师当然可以傲视美国人，他有这个底气，退休金说不定有2万，你换算成美金2000多3000美金，这在美国也不少。退休金，他的医疗真正的能做到免费，人家是真的免费，你韭菜能做得到吗？胡一静老师一方面说他去过很多西方国家，深入普通老百姓家去采访，那他应该了解情况，为什么他也跟着网上去炒作这种叫以偏概全？咱们的节目介绍过，有多少老太太在医院里面自己坚决要求出院，为什么？不想花钱治，不想拖累子孙，有的就从医院楼上跳下去啊！这个报道比比皆是啊，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什么？关于美西方的医疗，我是亲身体验者、经历者，对吧？我以前节目说过，在加拿大，我一个朋友好像胃着凉了，但是疼的不行，就先是找酒店解决不了，打这个999叫救护车，然后一番折腾之后，送到医院给他打了一针杜冷丁，人就不疼了，好了，开始吃，给他检查，开消炎药，等到药效过了之后，他又开始疼，又给他打了一针，这么折腾1夜之后，第2天出院，确实这个药在国内嘛也就
1000块钱到头，但是我们一共是花了9000多，将近1万块，从救护车到医院治。但是在美国，你有医疗保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你这个确实掏不起。但是你只要有医疗保险，这些完全可以负担。我们去美国玩之前，因为不都要买保险嘛，所以买了保险回国之后，这个钱是可以报的，好像我记得是报了7000多，前段自己就掏了1000多。最后我们再看条新闻，说贵州发布关于印发贵州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32项具体措施，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推动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加强退市风险会商研判，对存在退市风险隐患的公司，按照能救早救的原则，推动及时化解风险。这个新闻说什么呢？说贵州人家印发了一个让贵州的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对贵州的这些上市公司要提高质量。怎么提高？加强退市风险会商研判，也就是我们贵州的这些上市公司有没有退市的可能，退市的风险。如果存在退市风险，那我们要能早救，就是能救早救，就是尽早出手救它，推动及时化解风险。这个新闻大家听明白就行了，你就知道这个资本市场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就这个你还想走牛市，某种程度上就是政府出手干预。你这家公司要退市了，那政府出面干预，不让它退市，能救早救。我记得新的村长上任的时候我就说了，村长权力不大，他能管得了这地方诸侯吗？所以还盼着牛市的，好自为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